好啦，最後出場嘅呢就係我哋香港童軍樂隊啦。香港童軍樂隊就喺1967年已經成立，初期呢係由寧樂隊同埋鼓號隊組成嘅。3年之後喺樂隊嘅編制當中呢，就增設咗蘇格蘭風笛隊。樂隊嘅目的旨在係以音樂去推廣香港童軍運動，同埋宣揚音樂嘅文化，協助同埋參與童軍大會操啦、創辦人紀念日、領袖聚餐、軍樂匯演、音樂會、步操比賽等等，仲有總會各單位啦、地域區會同埋社區等等嘅表演活動。期望可以等到更多嘅觀眾同埋知音人去支持本地嘅樂隊，等本地嘅樂隊產業可以薪火相傳。好啦，我哋俾多啲熱烈嘅掌聲，將時間交俾香港童軍樂隊。
隊嘅精彩表演。喺度再一次謝在場每一位來賓，你哋最大嘅掌聲俾今日軍樂匯演嘅所有樂手，因為你哋真係為咗呢個匯演咧付出咗好多心機啦，同埋時間去練習㗎。嚟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軍樂匯演亦都接近尾聲啦。稍後咧，我哋即將會有其他嘅精彩嘅表演咧，會帶俾大家㗎。例如會有街舞啦，亦都會有小童軍嘅才藝表演、口琴、小鼓表演同埋敲擊樂等等嘅演出㗎。嗱，而適逢今年咧就係我哋香港童軍嘅115週年啦。除咗我哋琴日同今日一連兩日舉行嘅國家安全暨軍樂匯演嘉年華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其他香港童軍115週年系列活動咧，係等住大家去參加嘅。不過呢個時間亦都請大家去留意我哋舞台上面嘅大銀幕，等我同大家介紹下先。